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这是台东自航基地一架用高教机发动机各样载落去台东外海，加在细粒的飞杆跳伞逃生，只有车伤。台中成功3月起爆案造成39伤，有5个人带家户病房，有3个相当伤的患者因为爱长期治疗，已经陆续转院。台湾民众党党主席补选的结果，黄国昌摕到要9000票，以9%的得票比率当选民众党主席。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2月15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空军台东的自航基地一架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今日载时技术因为双发动机各样载落去台东都兰的外海，加在34岁细粒的飞官及时跳降落伞来逃生。医师讲，飞官意识清醒，初步检查只有侧伤，无内伤，因为有砸到水，所以要带院来观察。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已经组成专案调查小组来调查，行政院长杜永泰也请国防部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厘清，照停事来进行相关的检验。外面有人看到乌鹰直升机伫失事海峡来进行救援调挂作业，空军一架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在起伫这片飞行训练时，因为双发动机故障，伫台东都兰外海摔落来。看到民众讲，飞行机起飞了后，就听到这个飞行机声音有一寡无正常。8点39分，我在我家做事，然后我听到嘣的一声。那个是异常的声音，在外海我就看到一个降落伞缓缓的落下来，就是战斗机，它就是平行的往海平面下面掉，就是不自然的飞，就是这样掉下去。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特别的训练嘛？然后结果就看到有一个降落伞在天上打开。飞行机失事经过时，载起这架永鹰高教机8点38分，双发动机失去效能，发生飞安的事故。34岁4年的飞官及时跳伞入海，并且顶就个人的救生小船。9点13分，乌鹰直升机成功救援。9点19分，搜救机降落机场，飞行员意识清楚。并且伫9点23分送往台东马街病院。教官人还好吧？好，谢谢大家关心。医师进一步说明，4名飞官拢知人经过包含脑部也有胸腔的电工、脑部电脑断层这检查均无发现特别的各样。初步检查伤者身躯有小可刺到，无内伤，因为落水时有去砸到，所以讲要带医观察。大概外伤就是可以看到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小的挫伤目前我们经过检查，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伤。对着外界关心汉翔量产机器不状况，也告诉来汉翔安怎配合调查这代志。汉翔公司讲，这要由空军来主导，汉翔公司配合办理。有关说明现阶段汉翔公司无方便表示，空军司令部已经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要来调查这个飞行机失事的原因。目前已停止该型机训练，并已编组专案小组实施调查，以厘清噪音，确为训练安全。行政院长杜永泰是伫面册讲，感谢现场救援人员甲相关单位，已经请国防部对这个事故原因来进行调查，就应该有停事来进行相关的检验。记者综合报道。由汉翔公司研发制造的永鹰高教机是台湾国机国造国防自主的重要指标。这摆是2023年11月成军以来头一摆发生事故。因为永鹰是采用双发动机的设计，一般来讲，若是其中一个发动机各样，是要通靠另外一个来继续飞。但是空军指出，这摆是拄起飞无偌久，飞官就回报讲双发动机各样。专家认为，无排除是加着鸟啊，也是其他的物件。所以敬请全国人民对国军一定要全力支持。
对空军永兴高教区对海以外，总统大强调，呼吁个人甲联谊调野应该全力支持国防，尤其永兴高教区是咱国旗国造国防自主的重要指标。不过，自2023年11月才成军，就第一摆实施，而且用上发动机设计永兴。一般来讲，那其中一个发动机失灵，也可能靠另外一个完成飞行。不过，这摆空军指出，多起飞无偌久，都受到飞官性能消耗回报，将发动机失效。专家认为状况真罕见。同时，双发动机失效的状况之下，这几率是很低的，但却发生了。发动机是很脆弱，你哪怕只是一个小石头进去，都会造成压缩机叶片跟涡轮叶片打烂，那整个发动机就失效。性能飞官业绩相当程度飞行时速，初步判定是认为所测记录较低。专家分析可能是机械或者是环境因素，亲像两个发动机同时互照啊弄掉，或者是数据外来物件。详细原因要等找回飞行机的机体甲发动机残骸，才能进一步调查。有平面媒体报道，永兴最近已经发生3件严重物件数级的事件，造成3架发动机严重受损，意思是材料品质不如预期。空军这个制造商汉翔公司建议对策，包含它的附件齿轮箱，包含它的滑油系，包含它的涡轮段，还包括它的燃烧段，还包括它的压缩器段，那都要去做检查。永兴高教机已经接提落去的 F5战机部分机任务，未来还会出台 AT3教练机，加入新一代空军飞行员养成机种。不过原本规划自2021年到2026年，汉翔要将66架永兴全部交付空军，不过受疫情冲击，进度延前。目前到41架，即马个发生事故，和汉翔是不是永驻机构机所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3月起爆案造成39伤，其中有5个人都住伫加护病房，其中3个人伫林森病院。病院表示，有部分患者拄完成清创手术，因为烧烫伤的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已经是陆续转到患者徛家附近的病院。总统赖清德在4也到病院看状况，而且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协助各地方政府做好工案。总统赖清德到病院探视新光3院爆炸案受伤的人。这等于爱公司爱检讨，恁当班就来做，都是恁负责的嘛。台中林森病院受地上济受伤的人有11个，总统赖清德指示行政院，和伤者相关的协助，佮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相关的工案工作。经济会发布15统计，爆炸案伫病院的伤者有39人，其中有5人伫加护病房，6人伫一般病房。林森病院也出面说明，原来3个加护病房的伤者，其中2个是外包机电员工，因为烧烫伤复原过程是时间真长，已经协助3人陆续转回因岛附近的病院。有一位，那有58.5%的烧烫伤及灼伤，那因为病情严重，昨天已经我们由专车救护车送到林口长庚的烧烫伤中心。那另外2位加护病房也都是烧烫伤及吸入性灼伤。那有一位今天会转到台北马街，那另外一位今天有做清创的手术，那预计下午也会转回高雄。在爆炸的时阵，为澳门来一家7人第一时间受害，除了2人死亡，2岁囡仔仔加85岁查某祖，目前要咧救治。当初协助囡仔仔送医热心民众蔡先生，想起紧急状况，一直讲心内念头就是赶紧救人。8个小孩子自学，然后我就跟小姑说，要不要我帮忙？我帮你做起，这样子。蔡先生表示，迄一日是要去买物件，想要到拄到这个意外，除了感谢一路让路其他驾驶，也希望救治当中的伤者能脱离险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3月起爆案造成死伤，新光3月今仔日暗头讲会提供大概罹难者1100万的补偿金，而且开始心理支持计划。因那台中地检署昨暗时也搁一摆到现场厘清案件。另外，这摆的爆炸造成2个楼管死亡，有加速到积极。为什么楼管搁爱兼监督工程的工课？台中新光3月13发生严重爆炸，迄一天总经理吴新雄宣布，每一个罹难者会提供100万补偿金。15总公司搁对外说明，提悬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
星光三月这边也提供1100万为补偿金。1100万为补偿金，我们希望跟罹难者的家属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星光三月表示，除了对11位伤者拢表达上大关心，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包含慰问金、保险理赔、甲其他补偿等等，拢提悬到1100万。也宣布为即日开始305个员工启动心理咨商加带薪水公假，另外3500几位员工权益要进一步讨论。大中检调查时要完成上险，佮通知16个证人到案说明。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审慎厘清。在爆炸事件当中，不幸死亡2个老管，其中33岁姓陈的老管家属之一，老管的工作是正重，也要负责监工，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做要几10年呢，发生这样无去，嘛是真艰苦啊。是咱工人拢无安怎啊？阮的在业人伫遐有代志。家属表示，姓陈的老管伫星光三月上班已经10多年，前一阵仔才多升科长，想袂到会做着不幸，希望真相赶紧调查清楚，互家属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第2届党主席补选的结果今仔日下晡出炉，吴国昌摕到8903票，蔡壁如是摕到360票。吴国昌以9成6的得票比率当选民众党主席。民众党党主席补选10月举行，由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长吴国昌对上前立委蔡壁如投票采线顶投票方式。选委会伫律师见证之下作业，民众党公布票数。这届党主席补选投票总选举人数是19320人，投票率是47.95%，投票数是9263票。其中候选人吴国昌得票数8903票，得票率96.11%，赢过候选人蔡壁如得票数360票，得票率3.89%。今天我们经过了一场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程序，正式的投票结果的公布哈，我们会在19号啊由我们的文宣部来正式的公告哈。补选结果出来了后，蔡壁如伫面试发文，党主席选举结束了后，大家要团结一致支持新任的党主席斗阵面对山来挑战。也吴国昌是经由面试发文，感谢蔡壁如提供宝贵意见，也讲会努力，互关问题转来迄天会感觉骄傲。今天开票之后啊，我们的秘书长周瑜修就已经跟我们的代理主席黄国昌提出总辞。2月19号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新任党主席的名单之后，那我们就尊重新任党主席的这个人选的这个参考跟意见。吴医生讲，未来人员是不是继续留赖，也是有其他考虑。会29正式通过新任党主席名单了后，尊重新任主席吴国昌意见，也强调这期间党务基本的运作依然会维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时间14早时7点50分，乌克兰北部已经无咧使用的车路比核电厂，互不明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上挂位的防护设施破去。加在国际关注量总署 IAEA 指出，无辐射外流。针对这个事件，乌克兰甲部分西方国家第一时间指控罗西亚是凶手，但是罗西亚也反指控讲是乌克兰家己做的。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出，自设设无人机弄掉了后，爆炸所产生的火光，伫暗暝看起来真显目。Дрон на внешнюю кришку попав, пробив її, впав, зовнішню, вибачте, пробив, впав в цю систему і там вибухнув, да. 刷来的内部所翕到的画面，是显示无人机伫内部第2沿的牢固防护带所引起的小规模火灾。人伫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国际关注联总署 IAEA 署长格罗斯，嘛伫第一时间接到报告。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or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was an attack with a drone with a conventional explosive charge, which affected superficially the roof of the containment. There had not been any compromise into the radiation area, and there hasn't been any release. IAEA 并无评论是倒一国的无人机攻击测量仪电厂。
乌克兰政府是随批评罗西亚用无人机攻击无路用的核电厂，想要造成辐射外泄。大部分西方媒体嘛拢引用乌克兰政府伊的讲法，点名就是罗西亚发动无人机攻击索诺比。不过罗西亚虽反应指出，这是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的做法，先攻击家己控制的无路用电厂，再搁把责任撒给罗西亚。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совершать атаки на ядерные объекты,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гражданскую ядерную атом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осто грязн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и исповедует ядер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索诺比电厂伫1986年发生第4号反应炉炉心扬起的事件了后，随建造临时的防护设施，砍超过200吨的辐射污染物。为了更加长久的防止辐射外泄，乌克兰伫外界援助，为2010年开始建造新的防护塔，搁伫2016年完工使用到即马。叫无人机弄破的，都是这沿外口上新起的防护塔。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疾管署监测新冠病毒伫全球流行变异株 XEC 占比上悬，而且还在增加当中。感染科医师也估计，接下来2个月新冠疫情可能会搁再流行，而且台湾目前流感的疫情也在行，建议民众要去注意防射，也做好防疫措施。南汇内底摆甲外口，为方便民众，新北市卫生局伫卖场边设大型的注射站，提供主公费新冠肺炎疫苗的服务。今仔加啉水哦，哈，今仔休克。符合资格65岁以上人，也可用到电子肺炎链球菌疫苗。不少人伫中途过后就到现场咧等。1点半开始，1点就来等了啊。该打的我们都会打，反正对我们有好处嘛。卫生局观察最近流感疫情滚价，也提高民众防疫警觉，意外推出新冠疫苗的注射条。临床医师观察受免疫负载影响，呼吸道症状就渐渐出现悬，要特别注意新冠肺炎变异株可能加紧传播速度，可引起一波疫情。变异株当然还是要监控它对于我们呼吸道怎么样的一个侵犯的情况。那一般而言，主要还是会在于传播力会变得相对跟过去的旧病毒株会越来越传播的速度会越快。有3高的慢性病的病人啦，除了打疫苗，规则还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规则服药。医师提醒，最近温度变化真紧，一时寒一时热，阁是呼吸道疾病好发的季节，要加加注意防疫。气象处表示，未来1礼拜内阁有2波大陆冷气团到会。很快的，在16号、17号、18号这几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在北部跟宜兰地区。白天的温度很明显的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下降到大概是18到20度左右。气象处提醒，下礼拜3到4，大陆冷气团减少暗过早暗，温度依然偏冷。拜五有冷气团到会，气温变化真紧，一定要注意温差，请护手。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5就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伫咧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透过市集、舞台剧、电影、音乐这款方式，增加台湾各款母语的能见度。文化部表示，希望让民众感受到咱的环境不只有华语尔，也阁有各款无同的国家语言，邀请民众到阵来听母语、讲母语。台顶演员刘杰滚滚由左风车剧团拍头阵，为今年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开幕。后礼拜5就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以舞台剧、电影、音乐，甚至是台语的密室逃脱游戏等等方式，推广台湾多元的母语。你会发现，我们都讲华语，是因为从小我们的教育是讲华语，所以现在要恢复所有被打压的语言，包括台语、客语。还有原住民语，刚才讲闽东语，所有被打压的语言都成为国家语言。生活节也有邀请册店、出版社甲长期推动台语文的民间团体来摆摊，有台语的绘本、杂志、小说等等，提供民众学习台语的听讲读写。民间团体希望就是母语生活化，养成平常时就自然讲母语。目前这语言权显然是失落无够，咱也是国民基本教育会当。甲咱的语言是正常化去处理，就是正常的教学节数，正常的师资也是环境，安尼时阵，才会当就是讲，互咱的后一代伫咧生活中，较有可能去甲厝内其他成员去
使用这个语言。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为考纲开始做改变，增加母语课程的时数来推广母语。两港的国家语言生活节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办，计共有62场的活动，不只有台语，也展现客语、原住民语、手语、马祖话等等台湾多元母语文化。记者官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鼓励想要学台语的家庭，新竹本土语协会甲文化局拜六特别举办台语实农教育的活动，互这个家庭伫咧过程当中听台语、讲台语也学台语，希望互更较侪人来同齐甲台语捡倒转来。这句台语要安怎讲？低头吼，有吼，低头就是低头，低头在骨头的，古早。低头吼，毋是伫超级市场就买会到的，拢爱去 party 啊店。带大家来到餐内，用台语小解正餐的家事，佮有囡仔当场挽菜头，顺续教大家实农教育的重要性。家长讲用这种方式，互囡仔学台语就有意思。我感阮翁拢会晓讲台语，毋过阮查囝佫无啥会晓。平常时嘛袂讲，所以我感觉有办这个活动真好啊。嘛会使实在其他会晓讲台语的囡仔较有伴啦。烤了菜头，佮带大家做伙 DIY， 动手做菜头粿。虽然大家骹狂手乱，也毋过会当食到家己做的菜头粿，大家囡仔拢笑嗨嗨。我感觉做菜头粿是一种对传统的思念，嘛是一个真有趣味的代志。因为咱一般来讲，尤其伫现代，即马菜头粿咱拢是市场还是超市买就有啊。但是经过这个家己做的过程，囡仔会使知影讲是安怎要安怎为米甲菜头去做一个结合。用洗菜头。过来咧，叉车。用叉车，加叉车。你爱食菜头粿吧？介意。了就是互台语会使生活化，咱透过活动，互亲子的家庭、大人带囡仔，做伙用台语来生活，来做手作，来做这个体验。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除了举办台语实农教育活动以外，所来计举办各种的台语活动，招大家同齐来甲台语捡回来，建立多元语言的社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亚洲区伫2月21起过，资格赛前2名会当参加明年的经典赛。咱台湾去年伫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台湾队安怎维持台湾上勇的气势？下暗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带大家斗阵来看咱的 Team 台湾。后礼拜2月21號到25號，伫咧台北大巨蛋進行 WBCQ 世界棒球經典賽嘅資格賽。台灣要甲南非、尼加拉瓜、佮有西班牙來爭取2026年嘅經典賽參賽資格。為着要摕到這張門票，不少球員伫咧休賽季佮有春訓嘅期間，就提早進入備戰狀態，積極要來爭取入去國家隊嘅名額。因為10幾年沒有打過，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能夠打中華隊。休季了以後，佮開始重新訓練，所以希望家己嘅身體嘅狀況、身軀嘅強度、身軀嘅技術能力，有法度一直扭起來、扭到比賽。目前嘅奧運、12強甲經典賽，這3項世界一級賽事嘅組分賽，現主持是由中華職棒咧負責。若要和世界各國比拼，除了球員嘅實力，還有教練團嘅調度以外，親像上號、小職情報，還有後勤團隊嘅組成，嘛必須愛有世界級嘅規模，這嘛是咱民眾一直期待嘅目標。咱用職業嘅鋪路嘅方式，嚟咧對待咱所有嘅選手，標準佇倒位？美國大聯盟安怎對待選手？咱的國家的選手就是安尼方式來對待。這擺 WBCQ 所爭調的國手，除了隊長陳吉賢拍過12強，其他的人是女娃球員和國內職棒球隊一定的選手。這嘛表示台灣有高強度的競爭條件，人才是愈來愈多。這個是往一個很好的方向去發展的，比起往年，就是大家各自的自主訓練可能會做得比往年還要勤。代表台灣去出征比賽，讓所有台灣人記住你是誰。記住你在為台灣打球。若準實力正常發揮，這屆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台灣隊運動會當順利過關。
不过到明年的 WBC 经典赛，要甲各国的大联盟顶级的选手拼输赢，能够有法度维持上好的战力。现主席沃迪卡就已经开始思考甲规划。记者吴定武、林建武综合报道。新闻最后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华岛地区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不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世界棒球经典资格赛就要起鼓，球员、教练总动员为台湾拼比赛资